美国的总统川普到中东访问，第2站来到波斯湾的国家卡达。卡达和川普真大的面子，进前就讲要寄付一只喷射机给美国。迎接到川普到位，是来出动到6道机队甲特斯拉的车队，最后阁甲美国驻文波音客机210只。这是和川普忍不住来赞叹，讲这是波音史上上大张的订单。美国总统川普的造车，伫红色特斯拉甲机车队的带路之下，驶到卡达政府所在地阿米里宫边仔，有6道机动队伫迎接，要马队举美国甲卡达的国旗，双边的护送川普入宫。川普结束沙特阿拉伯之行，第2站来到卡达卡达，乘台场面为空军1号未前降落，就已经开始啊。空军1号是着卡达空军 F-15战斗机护航，再加上地面部队迎宾的阵容，有甲三国比较的意思。We appreciate those camels. I haven't seen camels like that in a long time. 卡达王室以盛大满宴欢迎川普，国王塔尼姆抗议更加亲身到王宫的门口去迎接，甲随行的美国官员一日抵意，其中嘛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。作为主人，卡达员工是和川普真有面子，甲相当的利用。We will now witness the signing of an agreement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卡达的国王塔米姆甲川普签国防、航空甲科技等等的合作协议，包括为美国试行无人机、卡达国营的卡达航空，嘛甲波音买21台客机，所有协议总额超过2400亿的美金，差不多是7兆外新台票。卡达唔但甲美国买无人机，阁要送川普价值4亿美金的747个客机，讲要互美国做新的空军1号。这个做法引起美国国内真大争议。This is a very simple government-to-government dealing. Even if there is something is coming out of Qatar for the U.S., it's coming out of love. 虽然卡达方面有澄清，不过美国民主党并不认同，以冻结司法部政治任命人事案来做抗议。搁找世界无人机伫川普海鸥龙庄的天顶，由这个卡达龙庄的这个机啊伫唱声。卡达讲这只是政府之间的交易。不过已经在美国引起政治风波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